家好，我係老泥妹，今日想同大家分享一個故事，如有雷同，實屬巧合。鎖匙係用嚟打開被鎖之門，通往一個重要、私人嘅空間。被授予鎖匙係一個被信任嘅表現。我好感動啊！而大部分人第一次被授予鎖匙，應該都係小學嘅時候。大個仔啦，唔好唔見啦！唔好暴露年齡啦！今時今日嘅細路都唔使用鎖匙。小學嗰陣，屋企門口除咗木門，仲有一道鐵閘。正常嚟講，應該要2條鎖匙先可以返入屋企，但唔知咩原因，老媽子就只係俾咗條鐵閘鎖匙我。如果你放學嗰陣我唔喺屋企，我出門口嗰陣會開咗木門個鎖匙鎖鐵閘，你只要用鐵閘鎖匙就入到屋㗎啦。於是就咁過咗幾個月，一日放學，我同細佬返到屋企門口，用鐵閘鎖匙開咗鐵閘，準備推門入屋。點解開唔到門嘅？可能媽咪只係去附近超市買嘢，好快會返嚟。於是我同細佬就企咗喺屋企門口，等老媽子返嚟。10 minutes later. 媽咪，究竟係唔要我哋啦？我唔信細佬會咁咯。嗰個年代，手機仲未係小學生人手一部嘅時代，可以隨時打機上 YouTube。為咗搵媽咪，我同細佬就去樓下管理處問管理員叔叔借電話用。冇錯，就係嗰種一大部有線連住，唔可以一路講電話一路行嗰隻。你所打嘅用戶暫時未能接聽你嘅電話，請喺不聲之後留言。可能媽媽一時聽唔到電話，打多次應該聽到嘅。你所打嘅用戶暫時未能接聽你嘅電話。你所打嘅用戶暫……喂，係嗰刻，我由心覺得媽媽係天使。雖然搞成咁都係因為媽。哎呀，原來我冇開到木門鎖呀！我出咗銅鑼灣啊，依家即刻返嚟，30分鐘後到，你哋喺管理處等陣先啦。結果我同細佬就咁喺管理處等，直至老媽子嚟接返我哋。當我以為老媽子經過呢次之後，每次出門都會記得開木門鎖，我真係太天真啦。可能係老媽子發現咗管理處原來有埋托兒服務，我哋幾乎每2個月都可以陪管理員叔叔一次。邊有咁誇張？直到我讀大學，先解鎖埋木門鎖匙。而我攞到呢條鎖匙後，我從來都冇唔見過，直到今日自己搬出嚟住，佢仲喺我個鎖匙包裏面。最後，我要多謝老媽子教導我，重要嘅嘢得來不易，要好好珍惜，唔好做大頭蝦。但你又係唔見過2次電話。你有冇經歷過返到屋企冇門口入嘅情況？你又係幾時先攞到屋企鎖匙？今日嘅故事就講到呢度啦，下次再同大家分享我嘅故事，再見。